向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27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咱的副总统萧美琴，去年3月份以副总统当选人的身份去接去访问，结果车队好几架车甲对调，险险出车祸。这区政府即马经过调查，已经证实讲这是中国派人派车来监视，佮设计弄车的计划。咱的总统府是强烈谴责。副总统萧美琴去年3月以副总统当选人的身份，接受捷克议长韦德奇邀请，去捷克研究中国的地壳发表演讲。不过，伊迄当阵才落飞机要去布拉格市区，就差一点出车祸。对方驾驶竟然是中国的外交官。根据捷克媒体上新的报道，捷克情报局调查结果出来，证实是中国武官做的。我们要再度的对捷克方表达诚挚的感谢，严密专业的保护了副总统的安全。那对于中国这一次这种违背了国际的规则，特别是他们的行为为国际社会带来麻烦，也制造了风险，像这样的不法行为，我方表达强烈的谴责。总统府谴责中国的行为。根据捷克军事情报局的调查，这场行动由中国大使馆军事处指挥执行。萧美琴一到机场，因就开始监视，过程中甚至撞红灯，差一点伫路口出车祸。好在捷克警方反应正紧，随后发现这个军装者是中国驻布拉格军事外交官。就在这一个时节，大家就可以知道，其实中国的手是伸得非常的深，不是只有在台湾而已，即使在境外，照样也会可能会有跟踪甚至是袭击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种针对台湾官员的行动，进前在欧洲是较罕见。捷克情报局也讲，中国对萧美琴的监控，包括人身的监视，实质威胁，掌握行程资讯，并且想要记录伊甲捷克重要人物的会面。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批评这是不当的行为。捷克外交部把召见中国大使表示关心，但是并无驱逐使馆的人员。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因那台南市政府研考会主委王志成涉嫌不当使用特支费甲公务车公器使用，昨昏检方是约谈因翁仔某，经过透明讯问，尾也是以50万块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台南市政府表示会全力配合调查。办公室的窗帘布扭起来，伫棚内面会当看到内面有人伫咧行叮当。台南市研考会主席王志成面色正沉重，尾也搁甲水暗挂起来。即款入去台南市研考会主席办公室的是调查局南区所在的人，二日由地检署指挥搜查台南市政府。是什么业务吗？我都不知道啊。那就人家检举乱检举，是不是？我都不知道。第二，敢若是甲研考会主席的特别费公务车使用有关系，检调接到检举，公务执行敢若是不当使用特别费，也涉嫌用公务车接送亲人，再去分别搜查伊的主委办公室甲徛家，也甲王志成甲其他的证人带登去南基做讯问。我们秉持依法行政的原则，那我们会全力的配合检调单位来厘清案情，期望能勿枉勿纵。大概第一个特殊费，第二个我们听到是交通车适用，这全国上流行的项目，按检查开始了，各县市拢有这个代志，不是甲单市。检方透明侦讯王志成翁仔某，认定涉嫌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重大，也毋过无涉案必要。今仔日透查分别50万甲5万交保，并且限制出海出境。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高温是普遍伫31度至34度，因下外岛的高温嘛有31度至32度，全台湾拢正烧热。咱来看温度。今日咱台湾附近是透偏东风到东南风，各地头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不时会有短暂阵雨。过到了后，西半部花莲也有其他所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也若北部、南部也有中部山区有落局部大雨的机会。气象署伫今仔日也是继续针对台南、高雄、屏东也有花莲发布高温资讯，拢是到柑仔式的高温灯号，有机会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乡亲就要加啉水，唔通着沙。今仔日昨下晡，屏东的盐埔乡甲马家乡，拢有民众看到路边角。气象署即马是证实讲，这是因为冷心低压通过造成对流较旺，才有即款的天气现象。专家表示，今仔日也是要讲的天气形态，伫新竹以南，也有西部拢爱细钱。
那透警方向大号各单位讲，林乐关保险乡进行川顶村增加，马家乡三河川甚至出现冰泡，民众正好奇甲冰纸捡起来翕。气象署恒春气象站证实，26下晡因为冷心低压通过，出现强烈热对流，也有真激烈的天气状况。今天台湾的上空有冷心低压的通过，屏东平原今天下午有强烈的热对流发生，那这些热对流常伴随着打雷、闪电与剧烈降雨，也有可能出现较长阵风跟伴随冰雹的发生。气象专家解释，冷心低压大部分伫海面形成，伫大气层底层的高空，中心温度比周围较冷。进入台湾陆地了后，地面的温度悬，形成顶悬冷下较小的状态，佮加台湾的地形甲热力的作用，对产生比平常时更较强的对流。冷心低压的东边跟南边这个地方通常都会伴随着一些比较旺盛的这个对流系统，所以造成就是高空比较冷，然后下面的部分温度还是很高。那再加上台湾地形还有这个热力的作用，就很容易产生这种热对流的这种现象，那比平常的状态要来得更旺盛。而且冷心低压会搁较靠近台湾，桃园、新竹以南西半部地区拢有机会出现真强的对流，提醒民众注意。台湾整合防灾工程技术顾问总监贾新兴示警，6月30至7月7号，太平洋高压偏强，到时阵大台北地区要注意偏悬的高温。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今年咱国内8级扫疫情是6年来上界严重的。伫台南嘛出现今年第2个确诊的病例，是一个50岁的妇人人。医生表示，8级扫伫初期是真恶发觉，而且这个真高危，尤其细汉囡仔一定爱洗钱。细汉囡仔用专利的扫，就是要甲细部的痰扫出来。这款扫的声音，参一般感冒无共款，是8级扫典型的镜头。但是近来增加一个8级扫的确诊，是一位50几岁妇人人。6月初开始扫，扫到半途困，就要去看诊检查才确诊。卫生局已经启动防疫措施，但是到达今年已经累积2例。基本上我们让他出门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戴口罩嘛，就是去公共场所或是人比较多的地方。于6月24日确诊百日咳。针对该个案已进行相关接触者匡列，同住接触者5人已安排进行预防性投药。百日咳是由百日咳杆菌感染上呼吸道所致，主要透过飞沫传染。8厘扫初期镜头那感冒，时常互人疏忽。基比名医生讲，这诊断有较困难，得做深的鼻炎采检，才有法度看敢有确诊。发病了后1-2礼拜就会开始扫甲愈来愈严重，有的囡仔甚至扫甲吐、颠倒，甲少咧发烧。这阵欧洲、美国拢有拖甲真严重，其中日本这阵就有3万外例，60%拢是青少年创下新冠纪录。我觉得民众可以用时间来分，就是你的症状如果持续超过2个礼拜没有好。你不论怎么看诊，看了大概好几次了，都是没有改善，那你就要想到百日咳的诊断。那百日咳真的只有办法到大医院，我们区医院或是医学中心才有办法做鉴别诊断。它是属于法定的传染病，所以我们要做特殊的采检才能做确诊。医生强调，8级扫上重要就是预防。家长通甲幼囝出世满26-18个月，参要入国校进前，拢总爱注5剂。尤其个危险族群是6个月以下的囡仔，因嘛建议带做伙照顾才爱注。卫生局嘛提醒，若有相关的镜头，通赶紧去看诊。平常时嘛爱挂嘴暗，减少感染风险。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含乡亲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环境部24公告40款评通过审查，即马嘛同意台电动工，也毋过环保团体是批评协和电厂土坝污染调查拢还未出来就同意动工，批评环境部是非法暗服台电，要求环境部长彭启明就爱落台。环保团体即马嘛准备提出诉愿要救济。来看《联合报》，安宁完好条例实施16年，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毋是因为癌症进入安宁医疗的只有占23%。医界即马表示，这是因为欠医疗指引，一寡专科的医生毋知影爱当时甲病人转入去内底较妥当，这是目前拄着上大的困难。来看《自由时报》，台北有一个高中生，伊伫网络顶悬被中国 NFC 的通信图写去，伊无数字通，破解
悠游卡的晶片，佮利用晶片的安全空隙，伊是无开钱，所以会当落钱入去悠游卡内底，而且佮摕这去退现金。半年来骗到60多万，悠游卡的公司是发现金流异常，赶紧报警察，才抓到人，即马已经该依法上班。也若诈骗集团常常是利用赖的群组咧拐人投资，刑事局的警察即马就藏伫群组内底，含赖公司官方联手，甲涉嫌诈骗的73000外的口座拢总停掉。警员向前甲人地地吹对方的颔棍仔，当场压制伫涂骹。住哪间旅馆？旅居，是不是？红底的外籍男性来自马来西亚，经过身份的清查，是去做观光客来台湾佚佗，实际上做诈骗的车手。连续契获叶姓以及杨姓2名马来西亚籍外籍车手，并且在2人身上查扣现金76万余元。这类诈欺的车手，真侪领的压榨钱拢是对假投资来的，毋过拐骗的一个大平台内，有真侪口座拢变做安尼。个人的口座变做不明，诈骗投资群组消息。原来刑事局甲咱的联手，伫1个月内找出73000个古怪的口座，目前已经停款5万外个。不同的账号在同一个时间呢发送一样的讯息，那显然就是诈骗集团用机器人的操作，然后用傀儡账号来发送这些讯息。警方深入敌营。照面册中平台重新加入咱的社群，再搁对群组内底分析可疑的成员身份，通报咱来处理。只是还未有明确的犯罪事迹，直接大规模停权。刑事局是坦白讲，可能有用户无缘无故互人停用，毋过若是停用停毋对去，拢会使申诉甲反映。像 FB 什么的，你根本没有办法杜绝他们啊。那我只是说上面有在注意，我们还是会得到多1分的保障。而且他们是职业惯犯，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再去开设新的账号。这届历史上头一届大规模停权涉嫌诈欺的口座，有部分民众拢真赞同。不过，这件诈骗集团即马互强制停用了后，有缘会当找到人头，搁再办门号来注册，根本无法度真正主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诈骗集团除了拐投资，即马真正常常找外国人来做车手。真像伫中华今年5月到5月为止，有133件的诈骗案，发现外国人做车手的人数加真多。因为呢，亲像去年同期就敢若发现2个人次，抑过今年已经查到107人次，加50倍。看到诈骗集团的成员，警察随出动压制。中华分局最近咧侦办诈骗案件时，发现有2台奥多拜常常出现伫领钱机仔附近，掌握可疑车辆的活动模式了后，埋伏成功抓到3位外籍车手。本分局在今年6月12号成功查获一件诈欺案件。当场逮捕1名担任提款车手的外籍移工，随后在其宿舍拦截另外2名共犯。另外，鹿港分局最近也抓到1位外籍学生咧做车手，嫌犯表示是伫社群平台找头路，对方讲只要去 ATM 领钱，逐工第一有挣1000块的薪水，想袂到竟然是做车手。中华县警察局表示，今年1月到5月，计共查到133件的诈欺案件，查扣诈骗集团不法所得的现金、土地等等，总价达5亿808万外，其中外籍车手的数量有明显增加。今年以来，本局查获诈欺车手630人次，那其中有107人次是外籍车手，部分是合法的移工、兼职车手赚取外快，那部分是在网络平台接受到诈骗集团投放的求职广告。警方表示，去年同期外籍车手抓到2人次，今年到5月份已经查到107人次的外籍车手犯案。针对外籍车手增加，警政单位也结合移民署、劳工处、中人公司等单位加强宣导，避免外籍人士因为语言未通、无了解法律观念，转互人拐骗，成做诈骗集团的车手。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中国伫透地渗透咱台湾，即马阁发现海巡署有队员去互中国吸收去做间谍，甲台湾甲菲律宾海峡的机密文件交互中国，已经涉嫌违反国安法，互检方起诉。
也若航空联盟党主席屈鸿基嘛咧替中国做代志，伊是找6家退役军官涉嫌伫台湾做内容发展组织，昨昏以1审互重判10年有期徒刑。海巡船舰伫台海前线赶走外界的中国渔船，展现捍卫海防的决心。不过，海巡署南队分署南部地区机动海巡队胜利的队员，刷起中共渗透。为2022年开始，以每一季收6万国家年终奖金，向中国交付台飞海域任务南架飞弹射击警戒区域示意图。检方日时以涉嫌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胜利的队员。海巡署正崩市于去年9月配合基隆宪兵队共同侦办案件，李元遭裁定羁押时，舰队分署立即召开考纪会核定停职。另外，海军身份中心将上诉姓陈的查甫人，因为积欠债务，和对方吸收交付国防机密资料。台湾高等法院依照陆海空军刑法交付军事机密罪，判处姓陈的查甫人2年2个月徒刑。另外，航空联盟党主席屈鸿基也互中共渗透，吸收6个退役军官，涉嫌伫台湾发展武装类型组织，想要引进10万个强军侵台。这家人搁去美国在台协会假使为军事基地翕相，为这做票图交予中国。26一审判决出来，7个人拢互判刑，其中屈鸿基互人重判10年，还会当上诉。你找到共谍后，你后续的动作怎么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哦，像吴钊燮的例子嘛，何仁杰是这个共谍，请问吴钊燮有被叫去问吗？是不是因为他位阶太高，所以没叫去问呢？在你自己的身边，亲朋好友，或者是你觉得你好像有受到相关的诱惑，这样说吗？你都可以跟国安单位检举。对哪位陈永康提案要修法，甲金马海峡顶禁限制水下船只，由国防部改造海委会，立委批评会开国安的漏洞，和国际对台湾的声援失效。那样表示修法是因应现况，确保两岸和平。不过海委会甲国防部进前捌表态无认同，认为安尼恐惊主权不明。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全社会防卫运行委员会甲今年7月定做国家团结月，除了汉光演习以外，各县市嘛爱配合演练。另外，内政部即嘛要发布新的防空避难指引，教民众在拄着空袭的时，听到水雷咧弹，要安怎保护家己。总统府全社会防卫论成委员会第4届会议确定7月是国家团结月，因为汉光41号演习要起过以外，也要配合举行省镇论成防空演习。中部、南部甲北部分别是7月15、16、17的下晡1点半到3点，东部甲外岛是18透早10点到10点半。将选定关键基础设施进行实作，并在周边行政区域开设配售站、急救站以及救济站。同时，全国22个县市也将同步进行防空避难与民防演练，全年也会有门市加入。军民同心合作，也头一届增加伫大卖场甲百货公司进行避难的演练，成做各界关注的重点，要让民众直接参与瓦近生活情景的演习，提升自我保卫意识。完全配合中央政府一起合作，我们也希望民众要遵守相关的民安法规定。内政部真正公布要开闸通容允500人以上的防空避难小设施。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已经配合修改相关场所的公安申报表单，确保符合规定。另外，内政部也发布新版的防空避难指引，内容照乌克兰甲以色列经验，重点放伫空袭警报弹的时，无法度随入去避难所的民众，爱安怎伫原地自保。建议民众闪开门窗甲外墙，避伫离爆炸源至少2多边后面，并且保持拍热，随小可踢开来减少冲击伤害。预计在6月底的时候发布。它的基本原则是：一、避难位置是地下优于地上，室内优于室外。避开门窗与外墙，远离易碎物品。现在都是精准导引，恐怕是很难有一个比较大的缓冲时间去预防。这个指引，我觉得它就参考这2次战争的实际的案例，我觉得是很有启发性的这个意义。学者指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佮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拢会当看到飞弹精准打击的趋势，也大大压缩预警的时间。所以，互民众伫警报声弹了后，快速找到适合场所避难的这个知识，变更较重要。国际新闻采访报道。
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进前是讲，伊朗的核设施已经互美军规个甲拍掉、毁掉啊。也毋过，伊朗即马最高领导人哈米尼日6日时，伊是出面强调讲，川普在碰风。伊讲美军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对因无造成什么款大影响。也讲，若是美国搁发动攻击，安尼伊朗罢免会反击。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日前伫咧单位影片内面，第一遍伫以色列停火了，侮辱伊朗民族的胜利，并且再度强调未投降，也讲美军根本无对伊朗核设施造成影响。不过美国若搁攻击伊朗，德黑兰将会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更加侪打击。دادگاهی بین‌المللی است به طور مستقل اما نتوانستن کار مهمی انجام بدن. حقیقت دیگری وجود داره کاری نتوانستن انجام بدن به مقصودی که داشتن نتوانستن برسن این حادثه کوچکی نیست حادثه بزرگی است در آینده هم این حادثه伊朗核设施目前被摧毁的情形也无确实的报告。美国国防部长赫尔塞斯强调，伊朗核能力已经被摧毁。伊批评媒体伫咧报道美军这边的半面党退行动有误设的立场。In hunting for scandals all the time, in trying to find wedges and spin stories, it was preliminary, a day and a half after the actual strike. When it admits itself in writing that it requires weeks to accumulate the necessary data to make such an assessment. Cheer against Trump so hard. It's like in your DNA and in your blood. 赫格塞斯批评媒体的报道，讲甲敢若是伊朗的核设施损害情形，无白宫宣布的遐尼严重。在此之前，美国几多间媒体提到来自五角大楼的国防情报局报告，讲美国打击伊朗行动可能只是互因的核计划倒退几多个月的骗果。好伫荷兰海牙参加北约峰会，川普真无欢喜。除了伫咧社群媒体反驳，也伫峰会记者会公开为这边打击辩护。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巴西有一个26岁的查某游客去印尼的火山爬山，不幸跋落600公尺深的山坎，经过4天的找找，救援人员找到的是伊已经死亡。天色已经暗，这是林加尼火山国家公园救援队甲医护人员无用甲受难者遗体扛去哩救护车。确认受难的是即马26岁巴西舞者朱莉安娜·马林斯。对于在生相片会当看到，马林斯除了舞者的工课，也真爱爬山。伊最后方发现受难的地点，就是伫印尼龙目岛顶面这粒第2悬的林加尼火山。外电报道指出，马林斯顶礼拜伫林加尼火山爬山的路途当中。意思是无细致爬落去山谷了后就失联，因为当地地形真狭，山顶的天气佮大变化。印尼的救援人员开4天的时间，才伫24透过录影上的仪器找到伊，并且确认伊已经无生命现象。Dengan dipandu ini memang akhirnya memerlukan waktu yang cukup lama. Pada pukul 15.50 kira-kira korban sudah menyampai di pos Pelawangan Sembalun dan perjalanan dari pos Pelawangan Sembalun ini menuju pos yang ada di kita ini memakan waktu kira-kira 6 jam. 根据外电的报道，救援队也甲这段过程向赶到当地马林斯家属说明，并且已经得到家属的理解。马林斯伫巴西是真受欢迎，所以伫这几天救援的过程，巴西全国有数百万人透过网络专程追踪。不过马林斯的亲人甲民众都未煞得到不幸的消息。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今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该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以色列甲伊朗宣布停火了后，伊朗国营通讯社报讲，情报机关有抓到26个人，因是指控因甲以色列交结。伊朗表示已经处决3个人，因串通以色列，因是咧做间谍分子。来看有3个中国的留学生涉嫌伫韩国以无人机去翕美国、日本甲南韩的联合军演。去翕美军的航空母舰，也有其他的军事设施，即马已经互韩国的警方抓起来。来看墨西哥中部的城市，伫宗教节日的时传出枪声，造成11个人死亡，20个人重伤。这个所在治安无好，有恶徒，也有暴力分子。墨西哥的总统谴责这件代志，嘛已经展开调查。
来看去年7月时，伫新北市的三重埔有一个28岁姓黄的警察，伊半暝在巡逻的时，互一架驶正向的车甲弄死。甲这个赛车的驾驶黄国维，伊是食毒赛车。昨昏一审宣判，国民法官改判18年6个月有期徒刑，也可会当上诉。也毋过，这个姓黄的驾驶，伊无忏悔，无认错，家属的心肝真痛。去年7月，全国发生第一件执勤巡逻的警察，互颠倒向佮食毒赛车的查某人黄国维冲动，结果殉职的事件。事后，新北地检署照公众往来安全、致人以死罪罪嫌起诉黄国维。日新北地方法院做1审的宣判，黄国维被判18年6个月，会当上诉。有比我们想象的高。那其实也蛮谢谢国民法官，就是反映了全国的法感情。整体来说，最不能接受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不在乎，对于交通法规的漠视，还有整个过程理所当然的感觉。那这我相信对家属是蛮伤痛的。互警察的家属真痛心的，就是姓黄的警察伫殉职的时阵，敢若28岁，已经结婚，有一个后生，是厝内主要趁钱的人，却拄到食毒赛车殉职。过去新北市敢若伫网络公布食毒赛车、食酒赛车含拒测的累犯。即马新北市交通裁决处第一摆甲这个累犯的名、头像含违规的地点公布伫各区公所、警察局各分局等公布栏，希望达到警示教育的效果。即摆公布食酒赛车含拒测累犯的名单拢总31个，敢若食酒食毒赛车第2摆都26个。赞成，就有贴才比较明显啊，才知道是谁啊。你都有就是犯法的想法了，被公布出来，你可能也不会去太在乎吧。希望可以提高民众对酒驾议题的关注，那可以达到一个警示跟教育的效果，来降低酒驾的一个发生。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表示讲，新北的公告是以涉及伫新北市的民众为主，若是外县市的民众伫新北违规，会发函予户籍地县市政府来处理。但是，甲违规名单公布伫公布栏，敢真正会当有警示的效果，降低食酒食毒赛车的发生率，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也伫新北市龙门路一搭工地头前的路边是熊熊立一空有5公尺深，一只沙石车驶过全的冰车。公务局初步调查是因为这个工程的连续壁工程做无好势，地基全互流去，才会造成这场意外，加载是无人伤亡。沙石车临时停伫路边，但是涂骹刷熊熊踏落去，车身一个啊出去，后链拉落去，规台车对正面变过去，掉伫坑内面。他现在要带头走而已啊，是大路的落落呢啊，去讲到迄个典型的缆线呢。车辆是慢慢的倾斜。后面是有人在那边喊，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车路破一个大坑，这个坑有4乘15公尺，落落去有5公尺深。工程人员紧急到场来抢修。代志就发生伫新北市三重埔的龙门路，时间是日落早起的8点外。公务局推断边仔建难的工地的时间，都是造成落落去的原因。为做妥相关安全维护措施，已经违反建筑法63条的规定，我们已经予以现场勒令停工。那后续最重得核处新台币9万元罚款。目前尚无扩大的部分。这个地方呢，临近淡水河，非常的接近，它的地下水位受潮汐的影响非常大。那再加上三重地区的土质所以比较疏松，所以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呢，造成地质的不稳定呢，而衍生这个坍塌。就算无人受伤，但是营造商已经奉下令停工，各位依法来揭发。事故的调因，公务局初判是工地在做连续壁的工程，造成车路的地基流失，施工的车搁载满沙石拖远，相当原因，互路面是未堪得遮尔重落落去，但是详细原因搁要等后壁厘清。第一次遇过，地质的关系才做连续壁啊。我一般这边的话，三重应该都是做钢混装啊。这个等得起的工地，伫事故发生进前，施工的过程早就已经发生崩坑的现象，即马搁造成路面规个安尼落落去，业者嘛方发现讲，因无照规定来申请通行证，互警察检举，相关会当罚因4000字。没有后续的一个灾情的话，预计今天都可以做一个结束，地基把它强固起来。即摆现场是持续在交管，坑的4库底也是用交通笋来警示，等公线检修完成就会开始回填。记者综合报道。也来新竹市的成功路，嘛有建商在起厝的时间惊大车出入，甲路面地歹去，伊全铺铁板。这铁板是铺超过100公尺长，也毋过铁板遮尔骨，真正就有人骑车伫遐，骑奥多摆伫遐，全被累残，手骨摔断去。市府要求建商要赶紧改善。
民众骑奥多摆骑到一半，煞拄着道路顶悬铺铁帮，惊甲赶紧甲抢花换安安，唔敢大意，就惊无细哩，车也因为铁帮的关系，车出去滑倒受伤。很陡，会怕会那个撞到铁板，然后会跌倒。我开车其实就影响很大了，可是那个骑摩托车那更夸张，那个完全不太能骑。前阵子我们里面社区的时候，已经有住户那个摔车，然后手骨折了。新德市成功路最近路面铺铁帮，长度超过100公尺，因为附近当日时间的建商惊重型机具出入地歹路面，才临时用铁帮来砍咧路面，所引发安全疑虑。市府接到通报了后，也派人到现场，要求建商提出改善计划。要求厂商应该提送改善计划，送本府公务处及交通处审核，达到道路安全设施标准之后，并尽速修复路面。在领得使用执照前，也会进行全面的道路铺设。铁帮伫路面平常时就已经真歹行，露天更加危险。后续市府工务处会按照道路安全设施标准，要求建商赶紧恢复原地路面。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因伫新北有一对姓谢的兄弟仔，因是假做电信公司的人员，去大楼内底专门去共偷家人的电缆线，初步估计有33栋大楼受害。专家是表示，这真危险，因为这电缆线拢是连这大楼的避雷针，若是甲电线割掉，雷管甲卡落去，有可能就会害这大楼的设备害去，甚至就火烧。警方入去到嫌犯伫新北的徛家，甲这对姓家兄弟做伙逮捕。来开哦！好啊，派出所。台南的警方下区办案，因为监视器翕到这对兄弟是穿电信员工的制服，各驶黄色工程车走入去大楼的地下室。边仔的人含警卫准是讲是来检查设备，无想到是锁定台南市的大楼，偷摕避雷针的电缆线了后，就甲摕去转卖来趁钱。现场查扣作案是用所使用工作服、工具、赃物电缆线及安非他命等证物，全案依加重窃盗及毒品罪嫌重办。警方初步了解，其中一个人是毒品列管人口，因为无钱通开，就去偷摕物件。真正伫咧桃园作案的时阵，就捌互掠过。估计不法的所得有300多万，有33栋大楼受害。初步估计大概要65万至100万左右，现在是概估。所以现在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金钱负担非常大，影响很大。打雷啊，打雷当然怕打死人啊。还有那个电器用品会坏掉啊。风偷摕电缆线的社区是真无奈，因为电装都要开几10万，而且这几天西北雨是一直在落，大家嘛烦恼讲会互雷公去掠到。依照中央法规、建筑技术规则的设备偏而言来定定的，所以当然是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规定来做的。就是建筑高度在20公尺以上都需要设置避雷针这样的。那这个放电下来的时候呢，它会走比较好走的路径，离它比较近的路径。那所以说呢，我们大楼因为比较高的原因，所以最上面我们再装个避雷针呢，可以闪过这一个雷电直接打到建筑物的危险。物理老师讲，避雷针主要是用铜来做材料，把室内的电流导入去地面，也是把建筑物的电荷放掉。安尼大部分单位讲的时阵拢会当闪掉。若是建筑物无避雷针，互雷浸到，常常出现的高温含高压放电，有可能造成电力系统损坏，甚至是导火烧，效果会使讲是真严重。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24个国民党的立委罢免案，伫7月26要投票。即马罢免团体宣布，因要启动16天的绕境行动，7月7日要对花莲出发。也那国民党是已经抢到伫投票前一暗伫凯道的路权。大罢免要持续伫滚价，目前有24件立委罢免案，确定会伫7月26进行投票。罢免团体启动16天护国示警的行动，按算7月7日为花莲出发，顺时钟来示台湾，重点会伫台北青岛东路来集合，而且呼吁大总统这回来做事。商请总统这个参与最后的造势，这现在已经不是在要规避什么蓝绿对立，现在是民进党的责任，作为执政党，你要把国家的执政权拿回来。
针对大罢免的议题，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预批评大罢免是采取政治恐吓、煽动舆论等等的方式来打压在野党，呼吁台湾的百姓拒绝政治操作。那这个举动，嘛，方解读做是公开支持红罢免的那样立委。我想民进党最开心啊，每一次都是用所谓的老共牌来想要打击政敌，不要学着做所谓的独裁者，想要清除杂质。7月2号的选情之夜，凯道的路权确定是由国民党摕到，因要招几万人去凯道反罢免。台北地检署侦办罢免民进党新北市议员陈乃如，哪像涉及伪造提议书的案件，2号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国民党立委罗秉才、新店服务处的主任廖伟辉、助理廖时军、甲林祖玲。台北地方法院暗时裁定廖伟辉甲廖时军2个人羁押禁见，那林祖玲是20万交保。这个部分我不知道，那不知道的事情我就没有办法来回答。希望司法可以还给当事人一个清白了。那罢免民进党立委陈莹，哪像伪造提议书的案件，检调2号以被告的身份约谈国民党中央党部组发会副主委黄碧云，也有专委李德全。检察官讯后2个人是无保请回。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台铁昨昏开始改车帮的时间，即马因是要求重点的车站就要来成立行动服务站来服务旅客。也毋过产业工会批评，因的薪水也无较济，也毋过工课煞百项，尤其这夜间的补贴敢若160块，根本就是咧欺负人。企业工会嘛要求讲爱提悬补贴，上无爱甲高铁的475块差不多。台铁2日开始年度大改点上路，北部地区高峰的时间增加运能，台北到台中也伫拜六增加车帮，提升直达的量能。不过，真侪旅客也无清楚，到车站了后找无平常时坐车帮。像我现在坐在竹南哈，现在10点了，那你看我来这边，那要等到11点才有自强号呢。刚好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时间都不一样。因应改点，台铁公司成立列车时刻调整以及应变小组。为着方便旅客查列车的时间，也印纸本的时刻表计共8万本。另外，成立行动服务组来加强引导。不过，引爆第一线的员工不满，根本是压榨现场的同仁，拿员工的士气、拿服务的品质以及民众的安全来开玩笑。台铁产业工会批评讲，公司发了后人力无够，待遇无合理的提升，又搁一直增加服务。对于前一天新任的董事长郑公远伫立法院答询的时，提出夜间的津贴有机会由120块提升到160块，安尼是无法度接受。是160元这种可怜的水准，因为8年才涨40块，这是对员工的羞辱，而不是肯定。475至少不能离得太远，因为毕竟来讲话，我们的工作领域里面来讲话，比任何的轨道事业里面的工作的压力还大。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国营的一个公司嘛，会有一个总用人费率的一个控管啦。针对企业工会讲要提出劳资争议的调解，代替回应讲，当然根据国营事业相关的规定，并且透过劳资协商甲团体协约的机制，和工会充分沟通，大家共识了后，会赶紧按照程序办理甲调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因来高铁长期是拢有提供12岁以下囡仔，抑个大学生有优惠票。也毋过呢，12岁至18岁的青少年是啥物拢无，要坐车就要买全票。这是互一寡青少年去找立委真情。虽然讲高铁即马伫校抓有提出青少年的优惠专案，也毋过家长和立委拢希望讲，即款优惠应该常态化。即马伫咧高铁买票的 App 顶面，12岁至18岁青少年已经会使买到7月份半价车票啊！这是高铁为着要因应学生囡仔歇热提出来优惠专案，鼓励青少年会当趁歇热的时阵出外行搭。毋过，就家长认为，干那限制7月份到8月份才有优惠，根本就无啥合理。平常时嘛要有才对。大学生是有就是学生票，对，那他们这种年龄就12岁之后就没有了。目前高铁票价有提供12岁以下的儿童半价，大学生只要有学生证，就会当抽拍5折至800折的学生票。敢若12岁至18岁青少年坐车爱买成人的专票。有立委表示，伊接到一寡高中生的定情，讲定定要参加抢机行动，需要对高雄就北。敢若10届车钱就要10万，毋过若是大学生就半价车票通买。
既然是要给学生优惠的话，那青少年应该一同比照办理才对。那这样才能够去支持我们的更多的儿少，不管是教育部的壮游计划，或是我们希望年轻人可以参与更多公共事务的时候，他不会因为交通费就被排除在外。高铁表示会跟他提供儿童和大学生优惠，是因为儿童票是法令规定，大学生大部分拢是去外地读册，不过12岁至18岁各中高中生拢是在地读册较济，才会无加入优惠的措施。刚好就是这一段这个中间的这个12到18嘛，对，变成一个这个大家好像忽略之处了所以我们事实上是用暑假的少年票来弥补。但是委员刚刚讲说，是不是能够变成一个普遍性的这个措施？是不是给我们一些时间来研究？因为这个考虑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计算的问题。新竹林的高铁董事长苏德希望外界会当予因3个月时间去研究看卖。立委是呼吁高铁每一个年岁层的囡仔拢需要照顾到，爱提供囡仔公平的社会环境。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因来台中捷运的南线伫昨昏正式动工，对5车台中港探到东区的建国市场，拢总24公里长，按算伫2034年会当起好。列车到站，民众排队上落车。台中捷运南线26号正式开工，捷运公司宣布这一天列线免费坐车，民众大部分拢唔知影，但是对台中捷运路网增加拢有期待。我觉得很好啊，这也是未来社会的趋势啊。这是捷运嘛？对呀。有人开玩笑，就是做生意的，就是太平做一段，然后下午再去龙井做一段，一天就好完。但现在有捷运，我觉得差很多。掐几张？台中第2条捷运正式动工，南线总经费高达1615亿，总共24.78公里长。西边位台中港开始，东边到东区的建国市场，经过8个行政区，总共设置20座车站，其中海线8座是高架，市区12座是地下段，而且伫咧龙井区设置维修的机厂，专线预计2034年完工。那它从我们的东区一直要行驶到台中港。未来还会继续再延伸，是我们最重要的一条道路。这个路网还不够密，所以说你要补贴到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看不到他赚钱的，那一定的。所以说这不是所谓的对跟错的问题，就是你选择的问题啊。重点是政府的口袋如果够深，你可以做啊。你如果不够深的话，就是自己找自己麻烦。交通学者是认为，除了人口真多台北市，其他城市的捷运拢有营运负载问题。中捷路线扩点就要靠政府的资金帮忙。另外，台湾大道会面临交通乌暗期，人力疏导等措施是毋是准备好啊？也拢考验到台中市府的应变能力。公司新闻台中报道。地方放上头来看，屏东万丹的土墙火山昨昏搁喷发，这是今年的头一届，而且是5空同齐喷。验过呢，其中有1空较晚准高，即马就惊讲这个土门若是打起，高啊就会塌掉咧，所以叫赶紧请怪手去清。听起来亲像海洋在拍的声音，土门火山一直对地下浮出来，土门的残火做伙喷起来。透早5点10分左右，万丹乡出名的土门火山今年头摆喷发，一开始有2座，头尾总共有5座同时间喷发。伫2大无同的区域，附近的居民听到土门火山喷发的消息，拢走过来斗阵看热闹。我第一次看到，蛮有趣的。蛮有趣，为什么？因为声音扑噜扑噜扑噜的，跟影片里面看到的实际现实是有差别的。村长表示，这摆土门火山喷发的范围大约是4-5分地，上悬有喷尾2公尺外。去年的时，捌伫3月、7月喷发，为着要消透地下压力，现场嘛赶紧点火，让土门火山会使较早结束。加在这摆喷发无拄到正值的时间，所以对当地农民影响无大。伊就反正一年上少拢会释放1届就对啦，无一定讲什么时阵嘛无几济啦。如果伊若无释放，咱南部遮的地动会较严重，所以这算地气的一种的释放啊。万丹的土门火山平均一年会喷发1摆至2摆。逐摆拢差不多10外点钟。虽然土门火山喷发已经成做当地的景点，不过喷发了后的土门打起了后歹处理，让当地的农民真头痛。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因为高雄大比乌7月1日开始，规个园区是拢交予高雄市政府来代管，唔免收门票，干那伫遐插车爱收钱。也毋过环保团体是烦恼讲，安尼全面开放，恐惊会影响水源和生态。一行入大比乌园区会当看到，路面已经钉空过，标线嘛是新画，要互用路人行的专用道嘛，拢已经做好势。对7月1日起，大比乌风景区将交予市府代管经营。以早是高雄市民免门票，后续除了去机车入园爱收钱以外，全面拢免入门票。公园处强调会加强对环境的维护，不过民众要提出一寡改善建议。是否加强园内环境清洁与绿化整理、道路整平、人行动线的优化？及停车空间改善，是否代管后会更重视生态环境的维护？就是目前我只有看到，就是会分成2大边逛而已。但是就是逛的路程中，其实还有很多小岔路，会不知道那个地方是通往哪里的。对，还是希望就是可以有很多的明确的指示。脚踏车行人，然后机车跟汽车标示要再清楚一点，对不对？就是不要把它全部都混在一起。那民众建议进前宽团环路人甲车，若无入园的数量管制，会影响水源甲生态。市府表示，目前也是维持现况，后续会看情形检讨改进。另外，高雄寿山动物园对7月1日到8月底也推出12岁以下囡仔免入门票的优待，而且休假期间嘛有真侪新的动物摊要甲大家见面，要请亲自做过来登录。在园区内的教育中心推出昆虫特展，在每周6日也有专业的讲师带来精彩的讲座。最令人期待的是来自六福村的动物新朋友，有我们的美洲野牛、孟加拉虎及非洲狮，在7月份起也正式来与大小朋友见面。市府表示，无论是大比乌，也是寿山动物园所推出的免门票优待，目的拢是希望会当使民众较接出来外面行搭，也可在地景点会当有人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记者柯家如赵阳高雄场报道。昨昏伫高雄嘛有一场真特别的野球运动会，是华山基金会带200外个时代和职棒的球员做伙运动在练身体。也有一个81岁的阿公穿球衫开球，嘛是现阿公少年时的野球梦。请开球，好球！今年81岁王阿公穿球衫，手举特制八达替活动开球。王阿公无娶无生囝，一直拢是华山基金会关怀对象。平常时上大的娱乐就是看棒球，因为罕有机会去体验讲棒球的趣味。基金会特别甲职棒球队合作，带200外几个时代做过来趣味一个，也互王阿公愿望。你较早捌讲球过嘛？唔捌啊，做真的啦，做真的真的。这边安尼和大家做伙耍安尼有欢喜无啊？都可以啊。比较少机会像这样实际跟球队明星还有啦啦队一起来参与活动。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促进社会参与的活动，让平常久居在家的独居长辈可以走出家门。活动有职棒球员甲时代做过讲球练身体，现场嘛有安排牛会鸭、加塔帽、加真加等服务，互时代会当规个人来外外，拢健健康康。家己我袂晓加啦，我行加到老岁。所以给你安排这样呢，对你帮助就大吼。系啊，都好啊。我们很常发现长辈长期指甲会增厚变形，然后之后就会有灰指甲的问题。那其实相对的感染几率就会变高，这样子。那我们也会担心，就是有一些会有担心到蜂窝性组织炎啊等等的一些细菌感染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主要是做好清洁、那保养。因为时代拢是家己一个人大较济，若是不定缺点厝，难免会心情歹。基金会望透过活动，互因加出来外口行大，甲人群接触，会当活动身体，心情嘛会较快活。记者柯家如赵阳高雄场报道。镜头来宜兰的唱歌协会选伫总为一大空地来做训练中心。若伫挖土的时，却发现着一尊清朝的土地公的神像。协会呢，专伫当地起庙来拜，而且佮用鸡仔饼和民众结缘，来遮拜拜着鸡仔饼通食。伫土地公庙祭拜了后，就会当讨免钱的兵。宜兰总为这间新的土地公庙，这阵啊是真入门的新景点，吸引不少游客。路都有看到，那其实蛮多人都有说这边有个新盖土地公庙，然后就顺便经过，然后来
参拜。大家都只知道那个泡面土地公，没想到还有冰棒的，就觉得真的蛮特别。这间神庙叫顺风宫，因为内底的土地公神像是宜兰唱歌协会伫壮围乡永定村某一块空地啊，按算做唱歌训练中心。第菜训练用高边条啊乌土吞倒转的意外发现，互地方感觉真神奇。协会请民俗专家鉴定，神像是清朝100年招财福德精神。因为我是在地土生土长的，所以我知影讲，阮庄仔头是无这款的土地公。在地船长是讲，自细汉到大，拢捌看过这间土地公的神像，研判是屯土的时阵再来。协会祭拜了后，询问土地公的意愿，决定就地起庙。因为顺风旗是唱歌重要的代表，庙名嘛叫做顺风宫，代表顺利平安。冰棒的由来，就是因为我们选手以前的话，在练习的时候，我们都会买冰棒给他吃。唱歌协会表示，逐工庙的拢会提供差不多1500支旗仔冰，予拜拜民众淡散。假日我会提供3000支，也希望来拜拜的民众会当支喙大，祈求所来的唱歌比赛选手拢会当顺利比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金曲奖伫拜六要颁奖，台记台金曲奖的入围系列报道，今仔日要带大家来熟悉台南的查某囝李德心。伊有一首歌叫做《足香足香》，是模仿法国话的腔口来唱台语歌。另外，伊的台语专辑《水》是描写水甲性自主者女性的观点。伊这作品嘛，可以入围今年6项金曲奖的奖项。我深前拖，开拄我个拖，有影有汤，有味有汤。用法语的发音来唱台语，李德心的这首歌《足香足香》，互伊入围金曲奖年度歌曲奖。伊讲自细汉就最爱看电视，创作灵感是对天使玉玲珑来的。我以前顺歌拢会讲一句，讲 Bonjour Bonsoir Bon vivant。啊，有真侪听众朋友伊是袂晓台语的，但是伊听我讲即寡音乐背后的故事，我是安怎写这的歌，啊用啥物音，因就会发觉讲，其实台语足好耍的。其实台语内底有真侪外来词，包括法语和日语等等。李德心认为，应当爱有深色的音乐来表现台语的多元。伊的作品嘛，呈现伊高怪个性。不过，李德心嘛注重描写水、歹、性自主等等的女性观点，也用一首台湾查某囝来展现无共无样的女性。但是唔通袂记你台湾的查某囝，温柔的骄傲，思想的坚强。我是台湾的查某囝，一个台湾的查某囝。李德心1989年伫台南出世，正11岁就开始参与音乐录音甲出版。伊今年入围金曲奖的专辑《水》是伊头一张台语专辑，拢总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性歌手等等6个奖项。其实这张专辑就敢若讲一件代志，就是原本的你的模样，不管是身体还是心内底，原本你生做安怎，拢无要紧，拢是一种水。李德心表示，有真侪人捌甲伊讲过，听伊唱台语歌，感情的表达等等比华语更较直接。李德心认为，是伊还未社会化以前，母语就是台语，伊毋免变做另外一个社会期待的型，所以唱台语也互伊展现上真实的模样。记者卢尚祖、郑俊尧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印度、波兰甲匈牙利这3个国家，一个国家出一个太空人，因拜三是坐美国商业太空船去国际太空站，按算要伫遐留14天。这嘛是这3个国家，让几10年了后，佮把太空人送去外太空。在印度、波兰甲匈牙利太空站的 SpaceX 升6号太空船，比当时间2个透早由6用9号火箭自福州顺利发射升空。这是这3个国家数十年以来头一届把太空人送去国际太空站，对这个国家有重大意义。这个历史性的时刻，透過實況轉播傳到印度的時，手持場的太空人家小是激動甲流眼淚。बहुत बढ़िया है, कहें और क्या कहें क्या न कहें तो सब आप लोग देख ही रहे हो। अनुभव की कोई ज़्यादा इमोशनल हो गए थे पर अब ठीक है, लेकिन खुश हैं आप।
印度顶一回送太空人上太空是1984年，当局规划会伫2027年重新启动载人的太空任务。这个行动互看作是向这个目标关键的一脚步。印度总理莫迪随伫 X 平台发文，祝贺印度太空人顺利升空，全国拢是发图喜面。India is no longer a follower; we are equal partners in all our collaborations. 对波兰来讲，这个任务同款刺激着因公营的民族情感。总理杜苏克伫 X 发文讲：“咱成功啊！波兰已经伸手万天星。印度、波兰甲匈牙利顶一届送人上太空是伫前苏联的时期。因那伫25出发的3国太空人，按送伫太空站停留14天。因的指挥官是由美国 NASA 退役转任私人太空公司的费德森来担任。国际新闻张惠敏编译。天气报道在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25度至32度。华岛26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